Hi, welcome to the 2016 Taiwan American Cultural Fest here in Union Square. The biggest and the best Taiwanese American cultural festival in the United States.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摊位是卖兰花，这个兰花是由台糖提供给我们的，这是台湾的土产的兰花，在美国就地生长。我们现在到的这是卖兰花的专门的 booth。那这个兰花，今年的兰花比往年更漂亮每个兰花我们是卖售价是3元，那买2个的话是25元有一点点优惠，谢谢。我们现在来到这个booth，现在这个booth里头有2位义工在帮我们服务。首先这位是林元昌林小姐，她是每年都来这边卖兰花，是我们非常忠诚的一位义工。另外这一位是施英琴施小姐，她也是已经连续在这边几年啦？3年还是4年，是永远都在这边的义工，谢谢他们那今年的兰花的生意应该会比往年更好，因为看起来今年的兰花比去年的兰花漂亮，对不对？是深红色的蝴蝶兰这边有参差一点是有点 mix 的，就是一些怎么讲，我不太会介绍这个品种不过看起来都是蝴蝶兰这个有比较特别的，这是黄色的那个蝴蝶兰这个相当抢眼的这个就是淡mix 粉红跟红色 mix 的品种也是非常漂亮这个也是非常特别，这个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是 combination 的一种图案非常特别然后这边是差不多一样这边有一盆是台糖特别送给我们文化节的纪念花盆，这个 specific 品种里面有好几种，大家可以看到有这个非常特别的那个，这好像是叫什么什么兰呢？这我不太会讲，不好意思。他们这是台糖美国加州分公司特别驻旧金山台湾文化节圆满成功所送给我们的纪念盆。好，谢谢大家。Hi, welcome to the 2016 Taiwan American Cultural Fest here in Union Square. The biggest and the best Taiwanese American cultural festival in the United States.